以赛亚书第17章，上帝审判大马士革甲以色列，这是有关大马士革的信息。看咧，大马士革无阁是城市，一定会变做粪扫堆。阿罗尼的城市会永远荒废，变做饲羊的所在。羊倒伫歇困，嘛袂受吓惊。以色列袂阁有要塞，大马士革嘛袂阁有主权。所剩的叙利亚人会亲像以色列人失去光彩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：伫迄日，以色列的光彩会消失，伊肥软的身躯会消散落寞，亲像收割了的麦园，剩的麦仔互人捡去，亲像利法因山谷收割过的麦园，剩的麦穗嘛互人捡了。以色列人中间只有少数会留地，因为亲像拄仔收成了的橄榄树，树顶只有剩2-3粒橄榄，下面的枝上侪嘛才剩4-5粒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宣告：伫迄日，人会转向因的创造主，因的目睭会仰望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因袂阁归向因亲手起的祭坛，嘛袂阁倚靠因砖头仔做的阿舍拉女神的雕像甲香台。伫迄日，以色列封闭坚固的城市会趴远荒废，亲像阿摩利人甲希未人对以色列人面前逃走去杀的城市。以色列啊，你已经袂记得拯救你的上帝，袂记得互你避难的大石盘，去拜外国的神明。你亲像有栽上好的树丛，毋过接外来的树枝。虽然伫栽种迄日就布影，伫栽种迄早起就开花，总是收成会落空。迄日只有病痛甲大痛苦，对敌受拍败。听咧，有真侪人民在喧哗，因喧哗的声亲像大海哗哗吼，烈光若大影在冲击，亲像波浪直直冲。烈谷虽然若大水直直泼，上帝一个责备，因随时走离你，亲像粗糠互山顶吹落来的光粒仔风扫走，亲像草油仔互大风吹散。看咧，暝时有恐怖，日袂出，因就拢消失。这就是抢怨的人应受的报应，是结怨的人应有的命运。